速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。营会之时，天地阴阳之气相交，日月别相交替，阴阳因晕而育生万物品类。此即是天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，此即是天天妙体开天辟地之本源。无极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又生三道，即是理。理即是道，至虚至灵，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。道本虚灵，能生一，一能生二，二能生三，三能生万物。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三才，三才者天地人，万物因之而生，生化万物图。E://LCC_LCC_T/ 意图象棋，生化5万点。JPG 天地成地地利，万物其北东土里，无人焉，缺少女男，天地既成，万物以其北，这就是象天。亦称娑婆世界、贪苦世界、苦海、此岸东土等等名称，不一而足。这世界被创立之后，尚无人焉，缺少男女，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。那时桀为母，我无奈之土方舍我就六子其降凡间，由于天地有定数，子会开天，丑会辟地，寅会需要有人降生。时机已至，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，才舍下皇母之96元胎佛子，以其降临凡间，接受种种历练，屡次的差援佛东土，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至凡，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援佛子下凡降临东土，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，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。无奈何为我造下血救三山多同罪了菩萨佛，身在无可奈何之下，老母娘只好造下解救。在三山多同罪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，设一个大天池起来洗澡，趁机会添衣邪收回礼天。老母娘还设一个大天池，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，趁机会将大家的添衣添鞋都收回礼天。众佛子就醒来，不见母面，又不见添衣鞋，可在哪边？众佛子就醒之后，却见不到老母娘，又不见添衣添鞋。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，众等数东奔莫要再敛老母娘，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，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，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，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舒适自在。如若是添衣鞋交与二等二，那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。若把添衣添鞋交给原胎佛子，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。这树枝和树叶遮
寒地冷饿了，吃松果子和饮清泉到了凡间。若天气寒冷，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，以御寒地冷。若肚子饿了，就取松子果子吃；口渴了，就取清凉泉水喝。众婆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：我至何时方把家还？众婆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，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，悲伤地哀嚎叹息，纷纷问老母娘：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？母言答：3期末大开普渡，清烧书清祭庆清度佛缘。老母娘回答说：等到3期末节大开普渡的时候，老母娘会亲自烧书祭庆给大家，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开佛子，告一回家之路。家乡信书皇母训子师戒以及天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庆度化佛子众生。众儿女心有一悲生大放为母，我写合同赋予。皇缘听了老母娘的话语，众缘开佛子心中有存惊疑，悲伤地放声大哭。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，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缘佛子，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。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。自此，我缘佛子东土而分至世界为男女在一人间，从此皇母之缘开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，便治理世界，或为男，或为女，并传递人间烟火。母子分各东西，好不难过。自此，我众佛子受尽熬鞭子，各分东西，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。而众佛子自此以后，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。唐李白骨风湿名利图煎熬，安的咸鱼不。至今时须只算6万年载内，想而在世苦，母心难安。自3山坡一别到现在，须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。自寅会生元以来，至今未知出，已将近6万年时光。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，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。一别天府一别6万多年，今时夏运也至为母，降道差3佛半末后普渡收缘，现在时运已经到了，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缘佛子。老母娘降下了大道，指引众生回天之路。并开遣3佛半里末后1佛的普渡收缘。3佛燃灯复佛是